因既然做上帝所疼的囝，着学上帝，也着行伫仁爱，亲像基督捌疼咱，替咱献家己做礼物，做祭司，芳芳伫上帝的面前。咱头先来吟第一首的圣诗，新圣诗第7首，行伫山林小路，吟诗而乐。咱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宣读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请。我相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并在这路玛利亚出世，为本着彼拉多入来受苦，并是第4来传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第2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的彼拉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永远不化，永远活命。阿门。加坐。下面咱来三甲来交托启文。咱今仔要启用的是启文第6篇，也是诗篇16篇。我来启，请兄弟来吟。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我要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只有你是我的我的源头。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甲你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做声，你对别个神明的人一定提起痛苦。我无参与因的献祭。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驾驶我的上主。你是我的心指点我。我不是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神快乐。我的会安然自在。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
做声，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的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伫你的正面，我有永远的快乐。来，咱三甲额头来祈祷。主必听从阮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过去的日子，拢得到你的保守。阮伫遮献上阮的感谢。阮常常伫祈祷中来用主耶稣的名来宣告你是圣经双阮，诚做你看做宝贵的囝儿，也靠着你全能的大气力来诚做阮生命中极大的帮助。我满心感谢。阮也常常对着阮的性命来宣告，你的确会诚做阮的有备满满的上帝。借着安尼的宣告，阮期待阮每一个人拢会当伫即个混乱的世俗环境当中，来建立更较坚定、甲你相较结连的信心。对着未来，你所要为着阮每一个人所有备的水较好，有大的信心甲毋望来领受。因为阮人的软弱，逐工。事实拢受到世俗的价值来影响阮的心智。常常阮伫阮的生命会偏离歪错你所教示阮应该爱行的正路。所以，阮恳求你赏赐圣神保惠师来到阮每一人的心中，诚做阮生命中随时的导师，引带阮袂歪错伫正路，来提醒阮常常会记得。你伫圣经中所教示阮的，当阮的想法、当阮的思想甲行为有歪错时，圣神用你所教示阮的话，来提醒阮，会当看到阮错误的所在，随时来回转来归向你。阮真意爱阮的内在的生命，会当有你所教示阮的款式。无亲像常常甲圣经话语挂伫喙边，行为确实歪错偏离你的教示，会发离世人。阮颠倒爱亲像真正行伫行为上，行伫你的教示，真正爱对着爱厝边，亲像家己会当显出你宽阔仁爱甲公义的撒玛利亚人。求主帮助阮。会当达到这个境界。虽然阮软弱，但是阮祈祷、恳求圣神来帮助阮，会当阻挡魔鬼撒旦伫阮生命中的影响甲威胁，真正改变阮每一人的生命甲内心，会当常常遵照你教示，真正良善的疼心。因为阮深知。当阮每一个人拢会当行出你的教示，显出你的疼心，阮整个的社会甲世界，就会当诚做你所要建立真正和平甲公义的上帝国。恳求你帮助阮，会当达到这个境界甲毋忘。但现就是阮要来读你的话，来学了你，求你即时临到伫阮，这个时间甲空间，甲阮同在。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免。所以咱免请咱的青少年来带咱来学乐。因今仔要所要吟的诗是能不能咱请青少给。
谢谢青少期从以前因更不要让阿爸白上着。下面咱三个来讲读上帝的话。咱今仔要看的圣经节是伫新约提摩太前书第6章17节到19节。伫第一和二本是242篇新约。咱嘛会当看咱头前的导名。咱现叫咱三个来读17节。天水欧亚的郎，地有放木音，心情偶一楚歌，我的水灵的暖，以我两六的心宅，六的地就难命，我火烂让修为上辈，高放木音两车书，欧亚地和松。花意精髓，当晚昏头郎，为了当地接触恶的北京，必然到来世书，好因听了见了广呀。以上，下面咱们将来怎么说？用把握真正的性命来勉励咱上下面的时间把握。今日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你三甲伫地，咱三同心来祈祷。主，阮只是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三甲咧听你的话，而且三甲来学习，看你会当伫你的话顶面，成就阮生命生活最大的准则。我愿今日这条信仰的道路永无煞，主可以特别而且来帮助阮。但是，阮要对你的话，而且三个学习，可以坚固阮对你的信，明白你的话的奥妙。阮过来一摆，阮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大家平安。平安。按照新安宫读经本的进度，这几礼拜咱所读的圣经节。是提摩太前书、后书，为了帮助兄弟姊妹更加了解提摩太前书、后书，牧师小可来介绍这两封书信的背景。上台先提摩太前后书的作者是自罪，收批的人阁是自罪的。提摩太前书1章1节到2节，而且真清楚的甲咱指出，保罗做基督耶稣的使徒。照救咱的上帝，甲互咱有5万的基督耶稣所命令的，批教提摩太，这是神做我真的囝的，愿你对爸上帝甲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恩典、灵敏、平安。所以，伫遮咱真正清楚，提摩太前书、后书的作者是啥物人？就是保罗，是使徒保罗，收批的。
就是属灵的囝儿提摩太。所以咱知影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伊的原名叫做扫罗。根据圣经的记载，伊是以色列人便雅悯的支派，伊出世伫基利家的大数。伊当时真正出名的列比加马列的门下，这是真严谨的犹太律法的教育，是犹太中的犹太人上守法的犹太人法利赛人。当时伊还阁无认捌耶稣的时，伊认为耶稣自称是上帝的囝，这根本就是亵渎上帝。因此，伊真严厉伫遐来迫害这个信耶稣的人。有一摆，伊领受命令要去到大马色的路站，也要来对掠信耶稣的人。无想讲伫半路的中间安那，看到光，就是国外主耶稣亲自来显现。迄时，伊才知影耶稣真正是上帝所设立的基督，是以色列所望的弥赛亚。对当伊的性命180度的转变，对迫害耶稣，诚做宣扬耶稣的人。保罗伊前后4摆海外的报道，500万人来宣扬基督的福音，建立侪的教会，为今仔日基督教福音传遍伫即个世界立下地基。伊先后至少写了13封新的书信，也是咱基督教信仰主要的解经者，是讲解说者。提摩太前后书收批的人，什么人？提摩太伊属灵的囝。提摩太，伊是罗斯德的人，伊老爸咧是希腊人。老母是犹太人，老母甲外妈罗伊拢是敬畏上帝的人。自细汉就教导伊安那爱熟读即个旧约圣经吼，咱以前拢知影只有旧约圣经。提摩太后书1章5节、3章15节拢有记载。所以保罗第一次的传道旅行、传道报道，因为被犹太人压迫，所以伊来到这个罗斯德来传福音。带领提摩太全家信主，这是《使徒行传》14章60到7节、21节有记载。当保罗第二次的海外报道，伊搁再来罗斯德，看见这个提摩太，伊伫信仰就有真大的长进，为罗斯德以哥念这兄弟啊呐，伫教会这兄弟姊妹啊所学落的，所以就伫遐来带领伊同齐伫遐来做工，诚侪保罗伫宣教上真重要的左右手。提摩太为做人啊呐谨慎，总是啊呐个性比较惊吓，啊呐较软呢。咱会当来看提摩太后书1章7节到2章1节的记载，总是伊的身躯啊个呐，毋是真勇呢。啊，常常个有一个轻微的什么胃病哦，咱会当看提摩太前书5章23节的记载。总是啊呐，伊热心传福音，伊肯为着主啊呐，将伊本身呐献上，佮敬重保罗，亲像囝敬重老爸一样。所以保罗伫遮非常的看重伊。腓立比人书2章19节到23节。几啊摆找派伊代表家己去关怀并且牧养教会，所以提摩太前书大约是写伫主后64年甲65年的期间。保罗对罗马加压被讨办一了后，第4摆海外报道的旅途中，当时保罗伊家己伫罗马就是这马其顿的迄个各地方底下来传福音，又派提摩太去以弗所这个教会啊呐来牧养这间教会。咱会当来看提摩太前书1章
3节的记载。迄时的提摩太，会当讲是年轻的传道者，对伫怎样牧养教会，还佫真生疏，并且当时教会正流行各种的异端，一寡异端欠生的教导。咱当看提摩太前书1章30到7节，4章1节到8节，6章30到5节，20节到21节。所以保罗因为安尼先啊，来写批这提摩太前书，教导伊如何来分别并控制错误的教导，以及如何来管理甲牧养教会，如何操练家己，会当成做基督耶稣好的路步。而这个提摩太后书咧，大概写伫保罗搁再一摆受掠，关于罗马的监狱中间的时，约落伫主后17年，为主顺道以前，所写的。当时保罗伊知影家己将军要离开这个世间去见主的面，提摩太后书4章6节，因此伊写这个提摩太后书来交代重要的事工。也因为安尼生，一般圣的学者将提摩太前书、后书甲提多书归类伫这个教牧书信，是年长的牧者用伊的经验，伫遐来指导这个年轻的传道人，这位年轻的传道人如何伫这个教会的牧养，伫遐来帮助伊。遐个姊妹，咱知影要牧养一间教会，敢有简单嘛？要牧养一间教会简单吗？牧师伫遮真坦然的甲咱讲，真正无简单，因为牧养教会，其实就是安那，咧牧养人的性命，人的活命。而人的性命，讲人的活命，常常有一寡阴暗隐密的所在。这阴暗隐密的所在，常常是家己无想要去面对，也无愿意别人看见，还讲知影的。因此咧，也常常伫遮来阻挡上帝的祝福，以及甲人中间的关系。2礼拜前，牧师去参加一个叫牧者在职进修。讨论的，就是关系到这个时代，真侪人常常会拄到的性命难题。譬如讲，忧郁症，这是咱今日现代社会真侪人所拄到的问题。还是讲，这个什么外遇，即摆这个外遇呢真严重，伫咱这个世间，单亲的家庭。我伫海山高中的时，去辅导一班的学生，导师甲我讲，我迄阵我是去辅导做技工的时阵，甲我讲庄爸庄爸，你知道我们班上有多少个单亲家庭吗？一半以上，一半以上，所以导师非常的歹带，伫这个单亲家庭的囡仔中间，过来咧再婚的家庭。伊个面对死亡、悲伤等等，当遐姊妹拄到这艰难的时刻，当伊的心灵伫遮受打击，灵魂受伤、痛痛，牧者应该如何用上帝的话，伫遐来辅导，伫遐来安慰，伫遐来帮助，带领因行出这个生命阴暗隐密的所在咧？这对于牧者来讲，实在是真大的考验。所以大家应该常常为了牧者，为了咱的牧师，为了咱的长职，咱才会服侍者来祈祷。特别牧者，求上帝赐予牧者有圣神的三角地带，所以圣神让同在，会当以灵敏的心、智慧的灵、谦卑的态度，陪伴这受苦的兄弟姊妹，伫黑暗的中间来看见这个主的光。今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节，提摩太前书6章17节到19节，其讲起来是非常重要这个牧养的议题，就是有关基督徒应该有的
金钱观，兄弟姊妹，喜乐幸福的人生，需要有健康的什么啊？身心灵哈。好，咱知是爱多方面的全面，多方面的全面，多方面哈，伫遐会结合，就咱需要有健康的身心灵，啊，心灵，同款也需要上帝伫财务顶面啊，互咱有丰盛的祝福，通互咱的生活所需要的来得到什么满足。我相信有真侪人为着钱哈。我毋知你捌走过3点半无？我以前有真侪会议拢咧走3点半，我所拄着的，伫遐来关心的人，非常的艰苦。迄个走是非常的艰苦。你急钱的时候，找无人，新工叫无人要叫你，求人帮衬无人要帮衬你，迄种的呐无奈。所以金钱讲起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财务上求上帝互咱丰盛的祝福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咱互咱的生活所需要的得到满足。总是更较重要是咱的什么心态。咱知咱基督徒有敬畏上帝的心，积极正面的处事态度甲努力，上帝必定会将这个灾厄、艰难变成做稳定祝福。总是当咱得到这个大祝福的时，当咱得到这个大祝福了后的时，是毋是更较谦卑的敬畏上帝咧？敬畏咱的主咧？还是有稳定了后，因为享受记到袂记咧上帝咧？有真侪人的性命困难的所在，不在伫欠缺的时阵，反倒咧伫丰盛富裕的祝福了后。所以教会牧者对伫遐的金世富足的人，对伫财务顶面得到上帝真大祝福，有钱的基督徒，应该如何伫遮来牧养因呢？伫这圣经节的中间，保罗甲提摩太真切实的提醒，因为有时阵牧者也伫不知不觉的中间，陷入伫这个金钱名利。伫遐来迷失，甲受诱惑，有时阵也会真用世俗的眼光想法去巴结遮个什么有钱人，会无？我想有时若会，毋敢对因来讲出真理，也毋敢指出因的错误。所以提摩太前书6章17节。保罗伫遮安尼甲咱讲，今世好野的人，你着吩咐因，甚至无得自高，无得下因的毋望伫无定着的钱财，着下伫将万米满满互咱享受的上帝。只要你讲吩咐，还是讲吩咐，就是啥啦？一再的提醒。咱敢做士大人，有时拢会提醒咱的细囝吼。但是这一再提醒，互人感觉呐？啰嗦哈，不过伫这个圣经在中间，伫咧讲这个吩咐哈，就一再提醒。当咱像父母对所疼的儿女，因为关爱、疼惜因，所以伫遮呐一再的提醒，亲惊伊的囡仔一个骹步咸着，就为着家己遭受着祸患，遭受着困难。这兄弟姊妹，咱的上帝是一个丰盛的上帝，伊也愿意将各项的丰盛、富有赏赐，互伊所疼的这囝儿、查某囝。再无丰盛富足，绝对是上帝的祝福。总是人得到上帝的祝福了后，常常的面对的试探，就是将一切眼光归入家己。认为讲是家己强、家己牛、家己残命，地甲变甲骄傲自大，也是变甲愈来愈贪心，阁未满足，就像心中敢若有一个无底洞共一样，渴望咱追求更较多的财物。
也是将伊人生的安全感放伫即个金钱的顶面，认为金钱是人生上重要的保障，将金钱当作什么？上帝伫遐来崇拜伊。这拢是人的软弱，人的罪性，撒旦对人心上大的要挟甲试探。所以咱在求上帝帮助咱，当咱得到上帝丰盛的祝福，伫钱财顶面富足的时，会当无自高、无虚假的骄傲甲安全感，因为确实有真侪人伫领受上帝祝福了后，特别是财面，是讲伊的美貌，也是专业各方面的祝福，不但无伫遐来感谢上帝。反倒呢，伫遐来离开了上帝。譬如讲，最有智慧的什么人？所罗门王，伊拥有上帝极丰富的祝福，迄是满年的时，挖靠家己的产名甲钱财，无搁再挖靠上帝。结果咧，王国伫遐来分裂。台湾咱才有几个出名的大企业家，甲因的家族。譬如讲，王永庆的家族，今日安怎？遐尼有钱，结果咧，这后代为了钱烧过。个是啥物人？张荣华这个家族工匠，因所留落的遗产，我是相信，对10代子孙敢用得完？用袂完。总以这丰富的遗产，去子孙带来争权夺利，甚至互相伫小台的祸端。所以现在姊妹，当咱经济富足的时，就嘛要谨慎感恩，唔通互富足真做咱子孙的祸患。那呢，迄就真正无德。所以有一句话讲什么？讲钱财是真好的路财。却是上歹的什么主人？当咱将安全感建立伫这个金钱的顶面，将咱的心交这个钱财了后，钱财就会变成做咱的主人，掌控咱的喜怒哀乐、恐慌甲惊吓。因为惊吓失去，有时阵你会发现，愈钱的人愈当生愈当生。伊深惊讲互人会了后，家己就家己就会减少。总以上帝水的好旨意，就是伊乐意伫遐来祝福咱，也毋茫咱有智慧的运用伊的祝福来祝福别人。所以因为安尼，保罗伫提摩太前书6章18节，伫遮来提醒咱，佮凡有因行好事，好业伫好所行。欢喜什么？真济，甘愿分互人。这个分互人，乃当讲个甘愿体贴人伫这个所在甘愿分互人个这个乐意讲价就是分互人，还是体贴人亲爱的姊妹，上帝互咱富足。唔单单是为着要互咱家己甲厝内人过快活好的日子那定，更加毋茫会当借着咱的手，伫遐来行好事，所以代表上帝来照顾一寡社会弱势族群，遐个软弱、遐个欠缺、遐个需要帮助的人。因为当咱安尼做时，就是就是也出什么？仁义水果好的经济，咱抗日团契8月初6要去倒位？巴黎教养院这个教养院，你敢知你关心什么人无？脑性麻痹的一寡一寡才需要关心的人。咱伫遐关心，当然伫遐关心，伫遐了解。咱个会欢喜什么？真济对咱会用摕一寡奉献去甲因关心。这就是也做一个什么仁义水果好的好经济。
正像伫哥林多后书9章10节甲11节所甲咱讲的，佮小事经济互野的，也小事美娘互人食的上帝，伊要赏赐恁通野的经济做做，也要加添恁行义的果子，互恁凡事充足，甲有逐样的好心。这个好心就是托重阮来祷告人，感谢上帝。咱教会伫遐来真侪来关心的时，人会想讲：哇，教会什么啊？是敬拜什么人？敬拜上帝。所以因带来上帝什么恩典，伫遐来祷告感谢上帝。兄弟姊妹，人生就是安那？人生就是不断伫遐咧亚境，因为上帝互咱的每一个祝福，其实拢只干是一条什么经济，大出的定律。所以俗语伫遮甲咱讲，种什么就安那，就收什么。想要怎样来修行，就需要怎样伫遐来栽种。咱怎样会当安那？咱怎样会当无愿意栽种，去期待会当有好的修行呢？这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迄是无可能的。你若无栽种，你哪有可能有修行呢？总是咱所压出的经济，必须是压伫什么？压伫倒位？压伫好的什么土的内面，对，好的田的内面。所以人的心就哪像一棵什么？一棵田。但咱愿意将灵义水果好的好经济，压伫需要的、妖恶的人的心目中，上帝就会伫遐亲自来祝福，互遐个好的经济有30倍、60倍、100倍的修行。好的修行不只是会供应咱家己、甲厝内人的需要，也会供应到咱会行行顺顺的顶面，可以当得到更加大的祝福。更加重要，为了咱将来所要去的上帝国度，藉住水个好的地基。兄弟姊妹，当人富足的时，有一个危机，迄真容易将咱的目睭注目伫金色的享乐顶面，袂记得还有一个永远的将来。其实，上帝予咱丰盛的祝福，毋只是金色所拥有的富足利益。如果若加伫金色的富足，那呢，咱一世人行完了了后，减是剩落空虚的空虚，一切拢是空虚的，敢毋是安尼？因为袂当阁继续来享福，总是咱知影，上帝的祝福是完整的。上帝的祝福是完整的，毋只是什么，毋只是一半。上帝爱咱今世富足，是爱咱永世也富足。也因为呢，也为着咱来避免这个永远活的祝福，所以咱除了爱有知识、智慧，为了短暂的今世做好准备，更加爱刻意为着这个永远的世代立落这个水果好的根基，因为迄才是咱真正的使命。兄弟姊妹，为了将来有一个优质的退休生活，真侪人拢想办法要存什么？要存什么？退休金对吧？牧师即满也有咧存即个退休金呢，牧师也差不多年纪咧到啊，像买厝啦，牧师也有时过呐锻炼身躯，年纪若咧有诶时，都爱锻炼身躯。咱这有真侪人安那，行袂去，爬袂起来，对吧？你就是无锻炼嘛，无咧行，无咧叮当，侬敢坐咧是安那？你当然啦，要叫你行无法度行，但你也有咧行，有咧行注意这个脚啦、手的背的迄个保养，这锻炼是非常的重要。所以锻炼身躯，
请问你为了将来你所要去真正的家，你有做了什么规划甲准备咧？所以上帝渴望咱会当得到伊丰盛的祝福，唔只是伫今世，更加伫永世，也同款会当得到福气。也因为安尼先，通过保罗伫提摩太前书6章19节，伫遮来提醒咱什么？为了家己接触好的地基，避办后来的事，互因牵条什么？真的活命，真的活命。这兄姊妹，因为真重要，所以牧师我再一摆甲咱提醒，咱的人生其实是不断伫遐咧什么夜经济，你所有的经济最后拢会回归等于什么样身上？等于咱家己的身上哦，会等于你家己的身上。如果你若毋茫家己有好的修行，那你就安那，你就要压落什么好的规矩灵仪水个好的经济，通互即个灵仪水个好的经济安那规矩安那，不但会当互家己家己的子孙伫遮来享用，更加会当为着家己接触好的地基，避办将来真正的活命。伫路加福音书16章9节，主耶稣照着不义的管家这个譬喻，伫遮甲咱讲，我也甲恁讲，着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了去的时，因则要接来恁入永远的帐房。你读即句话，真侪人读了感觉真 surprise 呢。钱财既然会当带咱到伫上帝永存的帐幕遐去，这一个真特别的所在。确实是安尼，主耶稣确实安尼甲咱讲过。咱都要知影，咱今世所做的一切，拢是啥？为着什么？将来的来准备的。确实，咱就虽然拢伫遐学，伫遐学习，伫遐拍拼，伫遐努力，伫遐结婚生囝。你请问你遮的准备是为了啥？为了你家己目前家己的需要，还是你将来永远的需要？我想这是一个真重要。咱必须爱知影，今世所做一切，拢是为了备办将来。就像咱今日遮咧吐贴咱今日咧存款，也是为了明仔有更较好的退休的生活。咱过去拢讲要靠囡仔、靠囝，对无？你即摆教无？你若搁靠囡仔、靠囝，我想应该搁有啦迄是咱的囡仔真正友好，咱来感恩我真欣赏顺龙长老查某囝足友好的拢会带伊佚佗，不过伊家己哪有一地安尼这拢是同款的这是非常的重要。那呢，咱需要什么？咱需要积财积资财宝伫什么？伫天呢？通为了咱家己将来要去的上帝国度，建立这个稳固的地基。耶稣基督就是迄个地基，是永远袂动摇的地基。所以咱为了家己接触水个好的地基，只有两个方法，将来什么？只有信靠什么？耶稣基督，一定要信靠、相信，绝对的相信，完全的相信。第二是爱遵行伫主的话，第这本圣经伫圣经所甲咱教示的话，伫遐来明白来晓悟。当然要完全的明白晓悟是无简单，咱真侪人已经读几十年，学几十年，游玩足侪抑个毋是讲真了解。我甲恁讲，牧师若共款，所以咱拢伫遮三角伫遐咧咧学习，伫咧学，伫遐咧明白上帝话，然后遵行上帝话，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当咱用坚定的信心甲听来起做建立这个生命的地基，投资伫主耶稣的身上。
咱这建材就安那会愈来愈多，愈来愈多，地基就安那愈来愈稳固。这样姊妹，你为了家己来建立稳固的地基，起条真的活命嘛？你为了家己来去做稳固的地基，起条真的活命嘛？当咱愿意投资伫这个上帝国度，愿意为了听上帝、听人缘故，献出家己的一点仔金钱、恩赐、甲专业才能，伫遮来服侍上帝、服侍人的时阵，你就是咧亚这个好的经济，你就咧去做地基，怎样亚种，就会怎样的修行。你所付出的，绝对袂什么打水漂吼，咱讲来打水漂，票啊就无去啊吼，毋是咧打水漂，因为既然行过，必定会留落什么分量，所走过的必定会留下痕迹。所以咱为了家己的好，真努力、真认真的去遐付出，伫今世就会得到真好的修行。一生不有无欠缺，总是咱如果是为了上帝国度愿意伫遐来付出，第一站看起来那就是亏损啊！咱真侪人讲来礼拜来教会哦，敢若足浪费时间的，你敢知影？有人安尼想咯，即摆少年人真侪拢安尼想哦，所以看起来是亏损，其实是伫为永远的性命立落水，立下即个水个好的地基。因为咱来知影，咱的性命是啥物人互咱的？咱的性命是上帝互咱的，上帝所赏赐的。祝福源头就是咱的上帝，上帝必亲自伫遮来祝福，互你的今世，互你的永世，拢是蒙恩典得到祝福。今世富足，永世也富足。这些金条真的活命，永远会长房。因为安尼生，保罗伫圣神的光照下面提醒咱，毋通挖靠这个什么无定着的钱财。因为当人挖靠钱财时，伊的内心都无阁有什么空位，互咱的主耶稣。所以咱也毋通掠做挖靠钱财的人，一定是有钱的人。其实有真侪无钱的人，也共款伫遐想要挖靠什么钱财呢？遐愈无钱人吼，那一直想要去探出这个钱财吼，所以有的人就开始安那想空想芳。好诶，感谢主，拍拼努力；无好诶咧，就一寡啦，就用一寡小聪明。搁较特别有人就想讲我来买什么？买乐透啦，吼。买大家乐啦吼，甚至啊，有人想去博缴，有无？看能赚大钱未？其实遮真侪拢毋是讲真好嘅人，那有真侪毋是有钱嘅人，总是因心目中啊较望会当发财赢过，因较望即位赏赐人活命的上帝。所以一人的心目中若挖靠钱财。钱财就真侪无形的关系掠着伊的心，伊真自然就军队的钱伫遐来行来走，是毋是军队的？咱就会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伫遐来行。兄姊妹，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伊有讲过，基督徒需要有3方面的悔改。这3方面悔改，头一项就是什么？咱的心灵爱悔改；第二项就是什么？咱的思想爱悔改；第三项呢，就是咱的什么？咱的荷包、咱的皮包啊爱悔改。皮包爱悔改吼，什么意思？就你若钱饱饱吼，结果唔甘愿，想过想过吝啬爱什么吼？看人有需要，你无甲斗3工吼。你搁饱饱吼，迄就是爱悔改吼，这是一个真重要。因咱知积财
伫天里虽然是无简单，最后说直接甲咱讲啊呐，伫人啊呐，根本就袂当的，所以伫上帝啊呐，凡事拢会吼。所以求上帝帮助咱明白，咱的心只要一天呐挖过钱财，你就安呐，一天无得脱离这个世界关系的管辖。总是只要愿意凭着信心，专心挖靠上帝，相信伊的稳定教育咱用，就当互咱对这个忧虑的中间、挂虑的中间来得到什么？讨棒，得到讨棒。不但今世经历伊丰盛的供应，更加有真的活命，为着咱伫遐来安那存留伫咱的中间。这无使用今仔日新安宫读经本所提供这个宣教书，这咱应该捌有真人捌伊彭文慧女士会水果好的见证，来做咱的结束。这个彭文慧是救世传播协会。个一个上出名的空中英语教师，捌听过无？伊是啥物？创办人创办人。伊奉献伊的性命伫台湾几年？你敢知？70年啦，70年伊讲倒位有需要，我就安那，我就要去。哪里有需要，我就要去。这是伊当时开始的时。宣教的名词一个真重要的名词。伊常常讲，毋通为了家己来活，互人会比甲人摕安那，搁较有福气。25岁就对美国来甲咱台湾，25岁美国来台湾，去到倒位？花莲部落部落，是讲原住民的所在伫遐来服侍。来透过这英语的广告、广播、广报、广告、广播、英语的广播，个什么天韵诗班，咱捌听过无？天韵诗班拢唱出真水真好，迄个诗歌来做宣告。今年已经95岁，95岁，一生委身伫这个宣告拢无休困。伊选择的就是要把永远真的活命，所以愿上帝咱大大赐福伫咱，互咱毋干那今生今世富足，更加因为一粒听上帝、听人的信心甲听心，把这个永远活的性命、真的性命，互咱家己、甲咱后代子子孙孙、世世代代，拢会当得到什么？上帝丰盛的祝福，奉上帝丰盛的祝福，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咱互咱伫遮三角石，愿上帝祝福咱，咱三当心来祈祷。主愿的上帝恳求你，会当互咱真正把握真的活命，互咱伫今世，伫阮所行做一切，互咱所伫遮追求明白，对你的话所晓悟的真理，伫遮三角石分享。也互相帮衬，三体祈祷。当阮有一粒真正伫你的面前谦卑顺服的心智，服侍伫你的圣会追求伫这条永远的道路的时，我们领受上帝不但伫阮本身，伫阮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更较大的祝福。主求你特别帮助阮，阮遮的属于你的囝儿、查某囝，更加让明白上帝你的话伫阮的生命中的启示甲帮助，通过你的话帮助祝福更较多，这是阮所关心的人，也不但这是关心甲祝福，不但带互这人得到帮助，也会当互阮得到更较大的帮助，以领受上帝你的欢喜，有缘要祝福伫阮每一位。我一摆将阮本身以阮兄弟姊妹恭敬交托。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咱感谢怎么说甲咱的勉励吼。原咱今仔的勉励拢会成就咱生命改变的原动力。下面咱的吟圣诗，用来回应上帝的话。咱圣诗553首，为主来做伊干净，咱起立来吟全首。因为是咱奉献的时间，咱请咱一周的中日来带咱奉献。咱起立，做来吟奉献的诗。我
阮伫天顶的爸，阮要感谢你。这是阮奉献阮的金钱，求你正做你的圣工来使用。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请坐。下面是报告时间，今仔日咱有没有新的来宾？怎么样？咱敢若有新的来宾，咱有吗？我们有一位新的面孔哈，你看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有个美少女啊，我给你请伊，我先来报告哈，伊等下，等下伊若有咱知影伊的名字了，咱再来甲介绍。来，咱先开周报吼。咱顶礼拜社会有决议吼，咱拄则就开始，今仔日就是开始安尼进行。咱会前的祈祷，会前的准备的祈祷，咱是要邀请咱已经伫在场所有的兄弟做伙来祈祷吼。伫礼拜的中间，这咱已经嘛是讲真久，但是咱常常会袂记的吼。咱爱专心来敬拜咱的上帝，甲咱的手机关掉吼。咱这个时间咱短的时间，咱专心从这个时间来敬拜咱的上帝吼。所以但是即马这个手机呢？因为咱即摆手机有现在的功能，就是伊查考圣经真方便，所以若是伫咧查考圣经的是，甲咱聚会有关的使用是无要紧，咱伫即个时间，咱就是手机是咱的工具毋茫甲咱分心，是咧帮助咱会当伫即个信仰伫即个即个道理中间，搁较会当详细帮助安尼。所以伫即方面，咱会当容稳，但是伫即个甲信仰无关的，咱就尽量避免名单已经起来吼。我所看无。罗小姐，伊是一个学生一个学生咱欢迎伊。学生咱就交互咱的青少客福音啊。等一下，交给你了罗小姐，欢迎你参加我们的青少系常常来吗？还是在附近读书吗？在台北念书你可能是路过嘛也是，也住在这里好，那欢迎常常来我们教会好，那我们欢迎他爱记的他姓罗罗妹妹好，咱小等下咱妇女团结会伫4楼有聚会咱下晡1点咱要召开这个咱8月底有一个足大的活动叫做平安园游会平安园游会有真侪同工已经咧动阿因也真辛苦咱来感谢因因下晡1点要伫咧楼召开这个讨论会请咱同工第一来参加7月30佮提醒一下，7月底7月30阮要伫新店教会有迄个中级训练会，咱中级拢爱参加况咧，咱拄则无师傅讲，伫咧8月7日要去八里的乐山教养院来参访
请咱抗日嘛，毋是抗日团契嘛，是会当做伙来参加吼。8月初7，过2礼拜后，咱是圣歌队甲敬拜赞美团的关怀主日，咱有嘛是要举行圣餐吼。当日一个重要活动是咧要庆祝咱的父亲节吼。除了咱要送咱的辛苦的父亲有小礼物吼，咱搁要来举办一个搁较无共款的活动，叫做洗脚吼。洗脚礼来学耶稣的模样好的模样吼咱的晚辈来甲咱的长辈来洗脚来表达咱的尊重甲敬意吼请咱有要参加这个洗脚活动的，请咱赶紧来报名来参加吼咱当日伫8月初7是有一顿的聚会，因为这个活动，咱会后嘛有要开小会。咱伫8月14吼，咱要有一个咱的直播的培训吼。咱今仔发觉咱的荧幕较光啊无？这个咱来感谢咱的众圣长老甲义军啦吼，甲咱瑞祥长老吼。我们谢谢他们在。去年咱直播开始吼，咱为拢毋捌摸索到熟悉，到今年的买器材吼，毋是讲器材买来就好，器材买来咱发觉讲，问题遐尔济吼，毋是讲干迄台买来咱就会当用，电脑啦、网络啦，甲即个投影机啦，甲即个音响，迄个杂音，咱嘛了足久才掠着吼。所以咱真感谢众圣长老、甲义军、甲瑞祥的调拨吼，咱感谢因，咱才有今仔日遮尔熟悉的视觉吼，甲这个礼拜的帮赞。这个器材的使用，咱真正需要一批人来参与。因为我参与伫其中，我知影这中间的困难。这个3C 的物件，讲实在若是伫阮这个年纪的，要来。很快速的学习吼，有伊个真大的困扰啦，反应无遐尼少年的紧，所以即届阮有邀请真济，主要是咱的社青、咱的青年这辈的人来帮咱伫这方面来侍奉吼，若有受到邀请的人吼，那请咱无提时来服侍这个工作，因为这个服侍若集中伫众圣。几个人的中间，真正会因会真辛苦啦吼，拢走袂开骹吼，所以咱需要一批人，咱若人若多，咱服侍就就会分摊吼，每一个人就能够很轻松的来服侍吼，较袂有迄个服侍的疲累感吼，所以受到邀请，甚至讲你若是无受到邀请。你愿意来参与吼？若人愈济时阵，咱差不多1个半月才轮一摆吼。若人足少呢，迄个频率就会很频繁吼。频繁就会造成服事上的迄个疲累吼。所以受到邀请也是讲有迄个愿意的。请咱伫8月14吼，8月14，搁半个月的中间，请咱备办心，咱向。众圣来报名吼，用众圣来报名。众圣伫这2个月，母这个器材伊所有的经验，伊会写这个过程，要安怎用，甲咱教安怎用，安尼吼。好，所以这个真重要的时间吼，真重要的迄个事项，请咱第一来参加吼。咱8月28日伫对面。公园中重庆公园有迄个平安爱心园游会的活动，咱7月无迄个中会伫8月初2，有即个第2次的会议，咱牧师甲咱大义会去参加。咱上年部伫8月初5有父亲节的感恩礼拜，妇女事工部8月20。伫邦吉教会南区的联谊，
这以上。好来，咱来简单来报告。啊，若有迄个奉献的方面有订单吼，咱向咱的出纳后周的事项，后礼拜的事项，请咱家己来看吼。好，我报告以上，咱来读今仔的经句。提摩太第6章18、19、19节，咱做伙来读2摆吼。来，各凡妇因行好事，好野地，好所行，欢喜尽济，甘愿分予人，为着家己积聚好的地基，备办后来的事，互因金条真的活命。来个一摆。各凡妇因行好事，好野地，好所行，欢喜尽济，甘愿分予人，为家己积聚好的地基，备办后来的事，互因金条真的活命。好，今天的寿星作者甲四爻。弄有来吼，来去，我老师要自己弹呐。祝他们生日快乐！我本来要请他自己弹，自己庆祝自己生日快乐。来，咱来啉下面咱的。大道的时间，咱是起立，为着咱所报告，也是咱所关心的代志，咱三甲出声、开声、开始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三甲主持主，阮感谢你，互阮有遮尔好的时间三甲分享，对你的话三甲学习，也阮会当直接举出阮祈祷的手，为着阮教会需要，阮兄弟姊妹需要，阮台湾这个岛屿的需要。以阮全世界需要，阮也直接来祈祷。做可以成立圣修夫妻帮站，伫这段疫情的顶面，会当得到你搁较大的恩典祝福，伫阮甲世界中间。特别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做可能特别可能你伫这地方成立的关联圣手来辅助帮站，或者战争紧紧来停煞，互和平真正领导。做阮的上帝。阮教会伫遮所敲找的敬拜中心，礼拜堂主可能特别为着阮来备办。新邦希望教会开到时间主可能特别，甲阮的詹牧师正向姊妹参加伫地。阮教会所推荐的 RPG， 复兴基督小组的家庭这一段，阮遮所备办的，拢会当领受上帝，你遮为阮所带领的一切，经过阮对你的信，甲你中间更较亲密的关系。做可能特别为着阮遮的中职同工服侍者，以阮正向姊妹需要，当阮伫遮对你求讨的时，看你成立的圣手，夫妻帮站坚固，特别伫基督的中间，做可能会当，互阮来看见新的技术，伫阮所对你求讨的顶面，特别遮的身躯病痛欠安的，做可能伊的手放伫因的身上，出国的兄弟姊妹，看顾伫因出去内外。拢得到平安，特别伫这段疫苗的注射的中间，拢会当得到你的看顾，也是已经确诊这样兄弟姊妹，也伫你的看顾中来领受你我大的帮赞。当兵的做可能特别照伫因出去内外，也是伫因军中的生活，拢得到你的看顾。特别安慰的手放伫人生长老。遗嘱每一位的身上，做毕业生，可能你也特别甲因参加伫地，互因这段新的阶段的开始，有当领受你大大的恩典。我一摆将阮本身兄弟姊妹对你的求讨，以阮本身的需要摆咧伫你面前，可能你听阮的祈祷，伫祈祷中应允帮助阮的求讨，特别伫你的旨意中成就成全。阮对你的求讨，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1389首，俄罗上帝至悬至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常享受圣神的帮助对一粒，甲咱正爱姊妹三个弟弟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